来看这台南庄呢，有人是因为食酒塞车，结果弄死一个23岁的清洁人员。也毋过因为这清洁人员呢，伊是委外来的，敢有适用这公务死亡的补偿金，这是引起真大的讨论。另外呢，这食酒塞车是直直安尼发生，民间团体即期这法官判刑平均拢是3档2个月，这恐惊是无通阻挡悲剧搁再发生。 踮一台民间清洁车停在路边收垃圾，23岁姓陈随车的查某清洁员，遭一个姓郑驾驶大力甲挤落去，查某清洁员当场死亡。又搁是食酒弄死人事件，民众拢真生气。都不应该啊，因为你安尼你害一个家庭啊搁一个遮尔啊少年的性命遮尔啊早，就是因为你是啉酒，发生这种车祸我在现场看很多人愤愤不平，我就都看到有的人要上去打他这样子。主要包着安平本色清运的公司，强调已经积极介入，启动所有保险甲法律协助机制。不过死者身份是民间公司的人，并不是台南市环保局在野的人，所以环境部的公布死亡的赔偿金可能会出问题。 局长努力了一个上午，就是应该是没有初步的结果。那所以局长一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也马上致电给林俊宪委员，那请委员跟环境部积极来争取这一笔120万的记住金。这边就先启动，然后就是环保局这边也有提供说一些资源，然后可以跟那个劳工部这边申请的东西，我们都会一并去做询问。 弄死清洁员的驾驶食酒塞车，网络有人咧讲要甲伊的店名改做台南看酒所。为了防止这伤超过行为，地方警察局加强巡这间店试酒回。这个车主正讲无塞车，移送地检署了后，同款甲扣起来。那这准这5档食酒弄死人案件，法官实际判刑平均刑度37.8个月，搁无到3年2个月。这个安尼敢真正有效防止安尼代志搁发生。 期待就是说，在法律司法这一块呢，判刑刑度要重，才能遏制。就算警方加强处理掠食酒塞车，有议员批评，台南市干那一天就有24件食酒塞车，那安尼无去防掠到的更较侪。因认为真正要紧的是，唔通互民众想讲无掠到就无代志，看呢敢会当减少发生悲剧的代志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